我是徐薇老师，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喽。我们今天要介绍客家主食一个很特殊的菜，叫做米苔目。客家话怎么说呢？米奇目，米奇目，而且用炒的很好吃哦，炒米奇目。炒米奇梦，为什么叫做米奇梦呢？因为它是用这个再来米做成的米浆变一团，然后在一个筛子上面撸来撸去筛子上面不是有孔吗？一条一条下来，那下面呢会摆一盆滚水然后呢它就一个一个就烧熟了，那个就是米奇梦。而我们客家人呢把那种筛子呢称之为米奇梦还有呢我要介绍客家汤圆汤圆很特别的说法叫做血烟血烟好像那个血一样白白的血烟不过呢血烟是像徐老师的爸爸他们说四线腔的发音，像我妈妈他们海陆腔的客家话呢说法完全不一样哦，叫做板人，完全不一样，很好玩哦。还有一个呢是猪油拌饭，哇，好好吃哦。从小吃到大，猪油搅饭，这是猪油拌饭。小时候呢，都听老人家说吃完了这个猪油搅饭呢，一定要喝浓茶，要不然你的肠子会越来越小，因为都一层油。好，我们来造句好啦。老板，再来一碗米苔目，好不好？这句话怎么说呢？头家再过来一碗米奇目。或者是老板娘再来一碗汤圆，头家娘再过来一碗血盐对，很好，有跟着念哦。接下来呢，徐薇老师要介绍的是宾客喜相逢。有一个客家的词很有意思，叫做漏掉金。像徐薇老师教英文教久了，我也是一个漏掉金，老鸟金，意思呢是指姜是老的啦，在某个行业专业里面做了很久了，就变成一个漏掉金，很有经验的老手了。那像英文怎么说呢？英文呢，他们称这种老鸟呢，通常用这个字 veteran。veteran， 学英文学客家话都一样啦，嘴巴张开来念。那么菜鸟呢 rookie OK， 漏掉金，今天学到这咯。接下来呢，老师要带着大家开口念咯，嘴巴张开来。第一个炒米奇目，再来汤圆呢血盐。那么海陆腔呢板人，猪油拌饭，猪油搅饭。老板来碗米苔目，头家来一碗米奇目，头家娘来一碗血盐还记得姜是老的辣怎么说？漏掉金 veteran。好了，很棒哦，今天学到这，新梦一安之 C 哦。